台病院分林分院为2017年导入开始做时行的运动衫，多功能机能服的研发，透过专业医生和护理人员的经验，即卖已经做好势咯。为着让这项产品会当帮助愈侪患者。病院嘛特别和业者公司签约，那主要就是对于血液透析的，包括腹膜透析的机能虎，护理同仁就从病人的角度来思考，那研发这样的产品。台大病院讲，真侪来洗药剂的人，身躯拢爱斗真侪复杂的医疗器材。伫咧治疗的时阵，患者穿的衫袂合，会互医疗的过程真艰苦，所以因希望会当透过这项发明来帮助患者。这个拉链再拉开。它可以取得更大的消毒空间。除了专门替洗药剂的患者设计服装，病院嘛特别替有需要化疗的人来设计因的衫，让患者会当方便放药袋啊。透过台大病院这摆医疗专利服装的设计，未来嘛希望会当帮助愈侪病人。